统计，佮无伫生意名单拄了。啊？哪有可能？喂，你好。哦，还有。 迄统计件的，根本也建议统计有留言联络嘛。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有没有在吃禁药？你到底要我多失望啊？表现不好，我帮你压下来了；打架帮你压下来了。我一直在救你，你到底懂不懂？学妹，老师在帮你，知不知道啊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搞错了。全队的检查都正常，就只有你的 EPO 不正常。 你真的觉得这只是搞错？那好，请你告诉我，以你最近的状态和釜山通讯比赛的那一场，你为什么可以突然打那么好？林彤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为什么你的药检是阳性的？ 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老师，这一定是哪里验错了。林彤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为什么你的药检是阳性的？你真的不说？那好，你东西可以收收了，你被退训了。我就说了我没有。林彤，原来你是靠吃药，你手很毛啊，无好嘅绯闻，唔用验度无办法证明自家，台湾唔敢面子，做好不下强强嘞。 统计，黑矮啊！统计，老师，黑矮，老师啊，老师请啊，统计，老师啊。 我再问你一次，为什么你的药检是阳性的？ 林彤，你还真给凶了！你六个连生命单都选不到，他从法吹听听，又黯然黑。
林同妹冇战术啥哦？哦，哎，麻烦唔着讲讲看呐，有看到林同冇？什么唔着？喂，这一集洗胃的工作我们就并肩完成。还好他不是吃了什么真的很有害的药，只是量有点多，冲走就没事。等下我们打个点滴，恢复一下体力，观察一下，如果没有不适就可以离开。还有一件事情提醒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去身心科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状况。这种事不要拖到。 你还弄个嘞？你都在这个上马街，做马街老气干咩多啊呢？阿童。 来抢的上爱老唔天数，有嘛该事情，可老妈妈讲啊，将来上水母，来这里拢跳。哎，唔会先转不下，先去南庄，俺拢有排咧调节费，调给嘛解？来查清楚嘞，应该迄牙面重调的机关保健食品有问题，原来去讲清楚，费事离就好嘞。等一下，嘛该都唔好讲，妈妈来处理就好嘞。 这种事情很简单，就看报告就好了，你还开什么会？我知道学长，是不是？反正人都来了嘛，我们就聊一下。大家都很忙啊，今天一整天够忙的，好不好？林姐，哎，汉真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会啦，林童给大家添麻烦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来，请坐。好好好。来，大姐，给他们杯水。来，林童，
人来了就赶快坐下吧，今天还有很多别的会要开。中华队的训练强度有多高，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。我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异议。我现在要说的只是说，林彤她因为累过头，睡不着，所以她就吃了一点保健食品来帮助入睡。但是她没有注意到，这保健食品里面含有一点点的禁药成分。林姐，我理解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药检呈现阳性就是阳性啊。林彤知道这成分以后，他就没有再服用啦。而且我也问过医生了，医生说正式药检的时候绝对不会有问题。那既然药检不会有问题，那林彤他对韩国队的表现也不错。那我想他应该不会比其他的人差吧？哎，要是到了正式药检还有问题，只会让整个国家跟着他一起丢脸。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去检啊！啊，我没有把握，我敢开这个口吗？林彤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困扰？还是说加入中华队有压力大到让你睡不着，需要吃到这些有的没的？汉城就是累过头，失眠嘛，谁没有失眠？哎，学弟，难道你每天都睡得很好吗？好了，林姐啊，我看啊，让当事人自己说好不好？哎，林彤，我只是受训期间睡不太好，吃一点帮助入睡而已啊。这不就对了吗？受训期间就承受不住，哎，那场上抗压能力不够的话，是要怎么代表中华队啦？是啊，而且林导，你是不是在受训期间还跟队友起冲突？是不是？蓝总可没办法承受球员在亚冠杯球场上面崩溃啊！副理事长，我是认为啦，小名单已经定了，我们就维持原样。他也没有比较稳定啊，没有更改名单的必要。赵武渊，你凭什么论断林彤他的抗压性不够？我哪里说错了？如果林彤他心理素质够坚强的话，会老是在关键时刻里面搞砸吗 ？OK？ 他如果心理素质不够坚强，对韩国队他一个人拿了几分？不好意思打扰了，徐副理事长、吴委员、赵委员，我刚好在门口听到你们的谈话，我想这份资料送来的时间点刚刚好。副理事长，这是严总要我送过来跟你确定的资料。从林彤身上验出的去甲物药检，虽然是在禁药名单里面，但是那是因为亚洲的中药跟营养品都含有这样的成分。我相信林彤不会吃禁药，只要好好处理，韩国那边不用担心药检不会过。我也跟韩国那边确认过了，不会有问题。我想这样具体的科学查证跟处理，会比你们在这边乱推论有用多了，对吧，徐副理事长？教练，迄个阿童嘅太严忍，后摆嘅事情就算了啦。阿童喊摆，还来麻烦罗天树。唔会，应该嘅，本期好好歇困。冇问题，冇问题。什么？俺无吃到条摆嘅事情做得顺呢，迄期好外边都一下呢。做嘛该安尼？根本人唔系用危机，根本无可能转去总法吹。上甲开掉诶，改掉漳州的老母天数，喂。哦。彤
同志甲妈妈讲青岛咧，伊抢迄西酒水的啦，唔怕啦，不是笑。韩国甲妈妈讲，为了男总争取4人的名单，应该还有嘛间误会啦。好嘞，还搞做退，谢幕嘞。班长，哎，终于睡幕了。同志，有没事情啊？辛苦嘞。叶君子，唔知道同志敢要做咯？好风咧，练习咧，黄弟也来3日，你就听唔到人3日，哥哥。 讲也下就放弃咧，比赛就算了，唔好唔记得咧。先生讲，哥哥半年来就考唔到咧，所以我拜托你啦，也係用退休前100%嘅機會，我冇想看你休費死呢。係唔係買媽媽拜託你？唔係，兄弟啊，拜託人媽媽誒。 老家妹啊，用本来。网络上已经在传说林彤的妈妈是蓝总的理事，所以你才有机会进来。请问是真的吗？阿彤，唔去打中法吹，老條白嘅爽，不好來，好冇？媽，你講啲。 嘅生嘅，都很難求。走。繼續。媽，根本你做得咧？做唔得，命嘅動作還蠻穩定，個十足。 都按呢，哼！哎，唔係記得嗰條命有那會講嘅，什麼最強高中生啊，我隨便丟都比他厲害，爛咖運動員，中華隊怎麼會找這種爛咖來？咁標案呢？當然有必要，周委員講嘅冇唔錯。 你的心理素質不夠堅強，你就是抗壓性不夠。過來，過來，過來！忙來拜嘛！嗰是橋，唔愛轉去什麼人，愛做好準備。繼續行埋客廳，記得回客廳。 過來，你要我做乜嘢啊？唔是管，你係我嘅事情，你做乜嘢唔是管？愛練，唔是假練。
阿童转来，你都在喊上我样样诶，你看不出来冬天诶，来都放这个遗烟诶，怎么敢喊那些感觉都无？来做点拜托，我看嘛该事情，我来做主，我打总把吹毛，啊根本无侦查。阿童，我正经上老五天数。你讲伊muốn讲啊，从细到大，你都讲，你还为了照顾来张腿后，你都用压激发，还前面苦打，但你总把吹，就系希望伊欢喜，不过总把吹都在黑人梦想，还要挨家啊！阿童好了，唔啦，挨唔起挨家去，无人试甲这么多嘅梦想，上本啊！你听到清楚对的个讲法，并唔清楚。阿童，阿童好了，阿童，你哋按多，你哋按三把黑位都马街，你们主动还看不到嘞，到底位都马街。来，九、10，好，请好，好眼哈，来，3、2、1，好。用的做量做唔爱做咧，你都冇解。我真嘅冇法度咧。家远出家己嘅寻理由，开搞做，来做本来看来。亲好啊，你看，来，2、3，错，还有2组哦，加油哈！曼妮姐，加油啦！曼妮姐，加油！你做海咋？曼姐，俺老唔强下。唔是啊。喂，よいしょ。曼妮姐，加油，加油，动起来啊！快点，我要累数喽！1、2、3、4，快！这个，你真嘅懂披风诶，你用做得安尼轻啊？你都唔会痛哦？挨我啊，唔过，俺老讲，你看，真嘅懂强，很赞哦，很帅哎。这样子吗？爱 Q 鱼，加油哦！阿妹欧诶，安尼太好笑诶啦！错啊，俺都唔听个世界，所以拿出来看，都友好哦。其实，唔好统计懂穷嘞。嘛该？跳滚同好，好咸，脚臂变态体，爱做嘅训练，行得爱做哦。他是要面掉的。你看乜嘢啊？係乜嘢啊？都冇相機呢。错啊，因为佢平常时佢咋用诶，像我外面人嘅时间面子又比我们下落，故所佢就也条鼓励 M， 佢都会讲看睇就爱删除，不过 M 都会条条会留下来。看。啊哦，你就很快运短哦。错啊，
所有嘅人都伫里背哦，出的统计。统计加油！统计加油哦！统计爱你，统计 fighting fighting， 统计请求，统计干嘛的哦？统计救命救命！统计大鹏展翅！呼呼！统计 everybody 嘅统计嘅加油！来，看卡给我。One two three， 统计加油！大家，你项赛达到一下长春三重比赛咧。今年安东表现到同好，赛后来个比赛虽然拿到2场胜利，因手组队保证打赢冠军赛咧。因个梦想就伫面头前咧。大家喊卡上吗？对吧？对。我该事情阿云太保诶。给你本讲。是啊，是啊。个我上摆有老考伫个打最久，佢本来一条个建议，我就请佢老员讲上款，还有那边做者加强个素材。佢讲我老曼年纪做者高练加条个下肢，练茶技，老顶级。做得个练家条的胸跟核心，有拳击、老太腹肌，今日杀个专门个顺反吹弹，大三都有哦。我做得个拿本太家。哦，再叫伊做得哦。我相信因太家强下，一定做会到。好啊，甲参的就是蔡客人讲的，太家合样对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养发心，大海风，大体海风冠军赛，冠军赛，安尼要练车道哦。好姊，放心啦，考第5要照大家的状况来调整的。迄讲有乜个问题，你搁老实讲啊。会啦。慢你。比赛还剩下25秒，2队66比66平手。安东掌握进攻球权，蔡小云控球被华信包夹，球被抄走，华信一条边上篮得分。安东最后一集的机会，2分就是追平，3分就是逆转，球传不到禁区。这个时候奶茶接球，有没有人能够接应啊？
只剩下最后的6秒。南桥把球传给了陈立新，陈立新被逼到了边线，把球传给蝴蝶的蔡巧云，晃过一排之后，0秒出手巴泽比特，3分球，绝杀！安东最后是以69比68，1分险胜华信，拿下了比赛的胜利，正式登上联盟第2名的位置。这是安东成军以来最好的成绩，而且还是在没有灵童的情况下，莫 Q 用嘞。安东获胜的消息令人振奋，但中华队这边却丢出一个意外的震撼弹。海丰的球员是那么努力的在参与中华队的练习，但是很可惜的，我们却发现政府对于这一次比赛的态度是十分的轻率，根本不重视我们球员的安全。长期以来，在防护员等后勤的需求是严重的不足，这样要我们海丰是如何愿意派出球员来参赛？因此，我仅代表海丰金控宣布，我们海丰的球员即刻起将全员退出这次的亚冠杯，以表达我们严重的抗议。那我们林彤啊，你看到新闻了吗？换回社会对于运动。我是真的很希望留下来继续带大家。现在正在跟蓝总讨论新的12人名单，那我们真的非常希望你能够留在中华队。至于要减的事，你不用担心。你下礼拜就回来练球吧，我们不能没有你。乜計啊？下一場比賽開放嘅想法進嚟咧。未會 N 嘅關權，莫上3萬按叫，還係愛事業咧。唔會啦，唔會，大家都有進步咧啊！一天做個單英冠軍賽，唔講都咁簡單。我聽錯。華新南農嘅記啥？你做下進來打幾歲咧？謝謝。刘副总，我今天呢不是来听你鬼扯的，我就问你了，海丰为什么不打中华队？你答不出来是不是？还是要我打电话去问你们大老板啊？我没有看过一个大企业这么没懒趴的了。蔡董事长，请注意一下您的用词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很注意了，我才会忍耐到现在。来，你们自己看一下了啊。海丰球员代言的运动饮料，境外持股就占了51%哎，啊！连俺阿婆啊，皮朱迪啊，是谁不让海丰打中华队？我们海丰啊，没有特定立场，政治归政治，运动归运动，请不要混为一谈。你真的很敢讲哎啊！那我问你嘛，是谁为了钱不顾国家荣誉？是谁为了钱没有运动家精神？哎，蔡总，你要不要莫公发啊？莫公发。我也不鸟政治啦，但是我知道做人要守信用。你还好意思讲什么叫运动归运动，政治归政治啊？你不要脸！是，蔡董事长，您对女篮最亲力亲为了。那既然这么热爱运动的话，请问啊，你们安东集团怎么不多拨一些经费来经营球队？你这……蔡董啊，好嘞，蔡董，你真的很敢讲哎，这是两件事情好不好？好了，两位，蔡董，好嘞，我给你好吗？
两位前辈，请两位前辈看在小弟的面子上，都先冷静一点好吗？今天邀请大家来总会，就是要针对这个事情好好协商一下，好吗？各位大前辈啊，代表中华队有这么难哦？不然这样啦，这份被海丰当成垃圾的12人名单哦，我在这边提案，我们安东来补了。放心啦，我们安东哦不会抛弃中华队的。你迄味道宣传吼，那手唔伫咧，唔耐事啊，按爱过了。曾经迄哑巴，海丰宪法一转来吼，因做的他都冠军赛嘛，如果有变化，希望安永庆唔当翻就方式啊，是有应付的。前一天要来嘛，我看到阿 Q 记条喊急讲嘛计。富贵啊，险中求。迄讲啊，你先问呢，我真唔会答应呢。不过啊，海丰安永，我真正靠满意咧。其实会同意的啊。蔡董，这个问题麻烦你回答。请问安东是真的想要填补海丰的空缺去打中华队吗？你真心觉得安东可以吗？请问蓝总目前怎么回应？啊，来，好，来，我一个一个回答你们的问题啊。哈？那是有讲过，会要去到中法吹啊？各位记者朋友，虽然呢，我们安东的实力没有海丰的坚强，但是我们爱国的决心却是非常坚强的。我们绝对不会像海丰一样被钱给收买，这种情形台湾人都看不下去了。所以，请各位支持我们安东，我们一定要去中华队把颜面给找回来。中华队，加油！安东，加油！中华队加油！安东加油！中华队加油！安东加油！中华队加油！安东加油！来，失家乱搞啦！呛离开。哎呦，歹势啦！安聪勇嘅事情哦，我应该要先老人讨论啦。唔是讨论，我唔会老人向下论咩。系么？呼呼！也早带凤阳嘅留言兄哈，我做地谈唔结束。我要做地，请唔伫外面头前第一天咯。安永现年就第一声音很轻。冇辦法開出嚟，像有外地安樣嚟做，真係對一條生意嘅稱號。我咱四個人吵咧，爭取去打中法吹啊，係我老蔡董強下嘅聽嘅。姑嫂，麻煩下議從對海豐嘅比賽啊，一天我贏，是要贏咧，而唔但搶後天拿到冠軍賽嘅門票，打中法吹也件事情。沒像冇人咁過講法咧。哦，姑嫂愛調試本結條輸脫，唔像唔會閣去想一隻奇怪嘅想法咧，係冇？林彤，坐。怎么啦？找我什么事？
所以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声抱歉。其实也是因为我的状况一直不好，医生说我的心理状况不太稳定。跟你说个小故事。76年，我满心期待的代表台湾出国比赛，结果因为联合国事件，整整10年，我们无法打国际赛。到了86年，我们才以中华台北的名义重回亚运，甚至到莫斯科打世锦赛。10年我没有一天松懈过。你看我这个弯弯的手指头，就是那个时候苦练的。我知道，但我想，我不会再打球了。